各位好，我係堂主 Raymond。我希望無論大家咩出身都好，都可以享有金石文化嘅興趣同埋權利。今日我喺寶安耶穌君王堂同大家分享一件美物，就係我手頭上呢一方壽山石五彩荔枝翠青蛙蝌蚪手把件。作品係令人垂涎三尺嘅壽山石五彩荔枝翠。荔枝洞有石中飛子嘅美譽，壽山代表性嘅石種。荔枝石基本嘅礦洞都已封礦啦。呢件作品色澤鮮豔多彩，巧色分明，好頂質嘅作品，一流嘅包裝，有時日嘅老性舊石頭。呢個老石頭達到荔枝石最佳嘅質級，老嘅質地加上包裝嘅厚重。呢個石頭滿滿嘅蘿蔔絲，配上巧色冰糖地，一流嘅質色，質地柔糯，手感細膩，光滑溫潤，潔晶通透，明亮自然。紅、橙、黃、白、黑五彩明活，非常乾淨利落。現在市場已經成孤品啦。作品美得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絕對沒有任何嘅爭議性。而坊間玩嘅就係呢種老味道，開門到袋到料。作品穩定冇裂格，收一件少一件。而作品係福州圓雕類嘅風格，主題青蛙蝌蚪手把件。雕工精美，質優工佳，色藝相傳。作者利用紅色嘅部分巧雕青蛙，形象傳神而耐看。青蛙嘅神態栩栩如生。荷葉巧用橙色部分浮雕絲藝，黃色同白色嘅地方幾道水紋輕勾。